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021年8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下卷15章15节到31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中。咱过去几工已经提到讲，大卫王的后生押撒龙，伊用假冒来得到人民的赞同甲支持，并且呢，伊想要用这个人民的这个声量来压制大卫王的王位。咱对撒母耳下卷13章的记载，通去看到撒母耳伊用假冒，互众兄弟来支持伊杀掉犯毋着的兄弟，然后伊佫假无意讲伊安尼叫做真反悔啦吼。但是伊却是暗中进行佫较大的假冒。咱前礼拜六伫读经的中间，咱有讲到撒母耳下卷15章第1节到第6节，就是押撒龙故意伫即个咧要来找大卫王，或者是讲伊所设立的官来即个诉讼的即个中间，伊制造讲迄种的假消息，大卫王吼无注意人民的感觉啦吼，并且吼假无意讲伊是安尼要去希伯伦吼来敬拜上帝吼，却是暗前来派遮的探仔去逐所在以色列的逐支派去来散播即个谣言，讲押撒龙伫希伯伦做王啊。伫安尼情形，事实上伫现代的各国，伫政治上，特别是伫网络真发达的现今，会通讲是更较严重吼。圣经记载押撒龙的作为，讲到讲伊背逆的势力真大，所以对即个押撒龙的人民吼，愈来愈增加吼。伊是背逆的势力吼，也是讲用咱现代讲法叫做叛军啦吼。大卫听到押撒龙的计划甲声势了后，伊就决定要先来离开皇宫，来闪避即个风头，并且伊安尼祈祷，上帝来祈祷讲，上主求你互亚西多弗的假冒拢来空空。亚西多弗本来是大卫的一个部下，但是伊是迄个蔷薇仔顶的草。伊看到押撒龙的势力咧大，伊就挖去押撒龙，然后伊来背叛大卫。虽然安尼，咱也看见行伫即个光明中，信息大卫王的部下以太，伊对大卫王甲讲：你做你走，你毋好对我。了后，伊的回应的一句话讲：王啊，我指着永生上帝你来救抓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我拢要跟对你，是生是死，我拢愿意。这个人基本上伊毋是犹太人，伊讲的即句话，牧师感觉足像拿俄米的新妇路德所讲的话。路德嘛是一个外邦人，伊讲你莫催逼我倒转去，无对你。无论你去倒位，我也要去倒位；无论你去倒位大，我也要伫倒位大。伊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伫倒位死，我也要死伫倒位。你伫倒位埋葬，除非死会当互你我三离，若无愿耶和华重重刑罚伫我。这是路德记第1章16节到17节的记载。路德的话甲以太的话真类似，因的背景嘛真类似。大卫叫伊离开，伊安尼讲伊要对伊行。
然后咪叫伊诶新妇拢总离开，但是落着伊决志要对伊甲死。安尼活伫光明下面诶人，的确要得到上帝诶祝福。活伫即个黑暗中间，使用黑暗方式诶人，要被即个光来赶散。咱看见大卫王诶祈祷，就是伊全然诶倚靠上帝，毋是即个黑暗诶恶势力。这是甲押沙龙足无共款诶所在。基督徒应该爱活伫即个光明诶下面，效法基督，效法上帝，伫生活诶顶悬表现基督诶疼。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基督徒诶写诶批中间，伊安尼提起，伊讲：既然恁是上帝所疼诶儿女，恁就必须爱效法伊。恁诶生活着爱处处表现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放杀性命，做芳芳的祭来献伫上帝面头前。爱离开黑暗，亲像押沙龙迄种的贪婪、污秽、甲淫乱的事顶悬。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迷信、崇拜偶像非常严重的一个所在，因此因伫面对教会内底也真有可能受到社会影响的即个情形的时阵，保罗安尼甲因讲，滴到遐会行淫乱的、污秽甲贪婪的事，伫恁的中间连提都毋通提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子民。恁毋通讲淫乱、愚妄，还是下流的话，着爱讲感谢上帝的话，无通怀疑淫乱、污秽甲贪婪。即保罗明白讲，安尼即种的人呢，因无法度受接纳。经文继续讲，绝对袂当成做基督甲上帝国的子民，就是头前你讲的讲。淫乱、污秽、较贪婪遮个，毋通互任何人用空白白的话来欺骗恁。好啦，亲像为了遮个代志，上帝受气，就要临到悖逆的人的身上。这悖逆的人，就是咱咧讲行伫黑暗中间的人。保罗佮进一步来劝勉以弗所教会基督徒讲：恁原底伫黑暗的中间。但是自从恁成做主的信徒，恁就行伫光明的中间。恁的生活必须爱亲像一个光明的人。光明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子，就是良善、正义甲真理。得爱辨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当一切事被公开出来时，真相就显露啊！因为凡显明出来就是光，所以诗中安尼讲：醒过来吧，困的人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基督的光要照恁。基督徒无受到社会、无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，的确是一个无简单的事。但是好若亲像这个保罗对咱的提醒，咱着爱努力来警醒家己，来谨慎咱的言行，无对社会也是世俗来行，毋通亲像迄个亚西多夫共款，安尼做蔷薇仔顶的草，无有家己的原则，着爱学习亲像以太，或者是路得共款，行伫上帝光明中，甲上帝相合行。